高雄有一个70岁的乡亲，腹肚闷闷啊痛，痛一礼拜过来发烧，到病院挂急诊不得了。原来是腹肚有一支2公分半的烟线，烫过肠啊发炎了。住院5天，自控成熟才来出院。医生讲，若搁较慢来咧，恐惊就无命咯。 会痛啊！要看医生。腹肚痛甲挡袂掉，高雄一位70岁的男子就像安尼一直痛，煞来搁发烧，到病院挂急诊，发现有一个物件伫个腹肚内。很明显间隙的异物在腹腔里面，那看起来一开始我们判断有可能是铁丝或是鱼骨之类的异物。电脑短暂检查，腹肚内竟然有看到铁线，而且已经突破肠啊。 异物是包在穿过肠道，由大网膜包着，将病人异物包覆住的大网膜，那当时已经发炎，马上进行开刀提出铁线。男子住院5天自抗生素，才恢复健康出院。医师表示讲，这腹肚内铁线可能是食物件的时阵对物件入去内底，是倒位来的，无法度判断。只是讲好佳在有及时就医，若是上万来有可能并发着腹膜炎、甲败血症，就有致命风险。医师要提醒食物件的时阵一定爱慢慢仔步，才袂因为食伤紧，甲无应该食的物件拢吞入去。